大家对素颜衫裤有地位印象去乜解呢？一般人对素颜嘅衫裤，单单就知道风格较成熟，较无按小色。不过客家素颜服装设计师邱继文，其实风色嘅发挥各种各样，讲嘅色，改变一般人对素颜衫裤本来嘅印象。佢用什么嘢都好追求青春、浪漫、更加甜嘅想法，来做服装设计嘅品牌精神。希望什么人做上色彩缤纷嘅衫裤，就感受到色彩嘅无限魅力。然后在剪裁上面去做一个变化，你看它看起来是拉开是直线条，然后垂下来立体的就变成旁边长，前面短。利用裁的碎布去比较大块的碎布，把它分类，大的小的分类，然后就可以做出一些不同不规则的变化，然后就变得很好看的裙子。邱继文设计样布作为衫裤，唔单止款式同一般市面上买嘅冇相样，就连色彩都改多种，本人感觉亲像係春天。我自己对色彩很敏感，我就是看到颜色我会很开心，很想要玩它。那一般我们穿衣服，因为市面上的衣服，他们可能制作的成本就必须要工业化、大量化，他们会选很多，可能就会比较不敢用太多颜色，因为成本太高。然后甚至就是说，消费者也会习惯性的就是选择安全的颜色，因为去玩颜色成本就是太奢侈了。when 消費者感受到衫褲上有千多種色彩嘅插花感覺，再加上就有千歡喜嘅好心情，也係邱繼文想要用衫褲傳達俾消費者嘅想法。以上萬嘅樣布嘅使用各種色彩，水紅色、淡紫色、淡綠色、水藍色，總可都有。同一般素顏衫褲風格各成熟。各層色的印象完全冇相用，同時亦係搶人買什麼嘢衫褲。市面上可能手染服的傳統概念會覺得是比較中性或比較復古，可是我是刻意去區隔這個我想要為女生做漂亮的衣服。睇邱繼文嘅情感調度，無論年紀大也係細嘅什麼嘢，都有追求天真浪漫嘅想法。邱繼文如同安尼嘅什麼情懷，變到嘢衫褲設計地位。所以我的品牌的精神就是建立在這個女生之間的那個想要追求一種青春，想要追求一種天真浪漫的那種情懷的感覺，然後永遠像一朵春天的花。然後，像新娘子一樣，就是走到哪裡都會覺得哇，很春天，很開心的感覺。可能係有得利用什麼嘅天生就有前後上嘅提醒，邱繼文其他睇咁嘅條件。路暢已經開始睇做衫褲設計創作嘅。沒有，就因為愛漂亮，就因為照鏡子，你就多照就好。你就會比如說你像我做衣服就很需要試穿，然後就會照鏡子，你就會知道，哎，這邊要多一點，這邊少一點，然後女生都會啦。也係剪紙藝術家嘅邱繼文，無條變化團隊剪紙嘅熱愛，加到衫褲設計地位，剪出風格特殊嘅素顏衫褲。然後我把它做比較不是傳統的棉 T， 就是比較造型的棉 T。然後你看，把布剪一剪，變成裝飾。這是喜歡剪，然後就剪。
同美术科班的邱义文其實門路冇問過，有一日我有以自家的衫褲品牌。本來只是想要做漂亮衣服給自己穿，本來是可能只是為了很簡單的生活，可是後來你就是碰到熱情的喜歡的那個的消費者，他們就希望你做啊，你做，然後就不小心就變成它變成是你的職業，或者是變成你的專業。邱義文講，行業手工衫褲生業，可能係受到野外某個路喜歡自家同事作為影響。我記得我小時候衣服很多都是媽媽做的，就是會把不要的布，或者是說起被單的布，或是什麼布拿來再利用嘛，就會把它拼拼湊湊變成小孩子的衣服。然後我都覺得那個很珍貴，很好玩，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一種生活文化的一種延伸。就每一塊布都需要整燙。这个要把它收边，然后一体过来这样，然后跟这个这里啊收尾是要把这2片接起来，然后这里滚边下来的。兩部嘅設計、打扮、剪裁、斷衫褲，邱義文如自家來，總可係好時好工嘅手工專業。也因為安尼，本邱義文雖然培養嘅千多千後衣衫褲嘅老主顧，不過高成本嘅數量衫褲，還係冇辦法本意達到數字品質。不過安尼嘅現實情形，還係冇辦法改變伊對數量衫褲嘅熱情。你有那個熱情，它產生的動力，你就會半夜起來啊，突然想做一件什麼，半夜起來還繼續在做。可是，你那個得到的回饋是很無限的，因為你看到你的客戶變成你的朋友，然後看到他們再把他們這個喜悅分享給周邊的人。同色彩繽紛的衫褲，作家提示講，邱義文愛本世界紅嘅什麼嘢，感受得到色彩嘅魅力有異他嘢，韓國享受得到歡喜、青春同美麗嘅感覺。